在河市开校第一天，虽然担起并无疫情，不过因为传出咱2月7号到9号有私立高中办冬令营，结果有高雄来学生确诊，嘛甲咱的女学生有接触，造成一家伙3个人拢发病。为了降低家长的顾虑，所以市长委托上午提早向市民报告确诊者的卡车，主要是台南到高雄的代替运输。嘛强调，间扩大框列已经有134位居家隔离，加上自我健康监测的总共145位。虽然目前检验都是阴性，也需要密切观察。案子是在隔壁县市的案例19528，但是因为他来参加台南市的冬令营，所以这些接触的都被列为都被列为这个可能的这个需要居家隔离的对象，所以我们也在第一时间2月9号采检，2月9号就马上将这些人匡列起来直接送这个集中检疫所。市长强调，参加营队女学生不是住台南，希望受影响的市民拢会当伫14天的隔离时间无发病，出来以后嘛是维持阴性，平安度过这个可能危机。特别今仔是校园开学，嘛互教育针对校园的防疫整备，以及师生一旦传出确诊以后，如何加强规范的作为。台南新闻顾文吉何强邦采访报道。那延续刚刚我们这个